乡亲啊，这个韩国瑜伫个4点半伫个深圳甲国台办的主任刘结义会面，现场详细的状况，请记者王美雅讲予咱知。今天早上深圳台办就主动发出了重要活动通知，证实呢2个人要在下午4点半在西丽会晤。这场见面会当然是吸引大批的媒体关注。针对这场会面，韩国瑜稍早也发表谈话，表示一切公开透明，按照计划。因为下午见面之后，也都是我们议会的议员还有我们的官员陪同，所以不会有任何问题，还是属于情感层面交流。也要感谢这个刘主任对我们台湾同胞的照顾，到时候我会有一番讲话，没问题。而他们见面的地点呢，西丽，事实上有台商就透露，这个是深圳的地名，位在这个地方的麒麟山庄酒店专门接待中国高官或主席，平常则是提供给民众休闲娱乐，必要的时候就变成了招待所，并且会增派武警来驻点。而2个人在这边见面，似乎更可以看出中国官方对于韩国瑜的高规格接待。他们在里头见面谈些什么呢？持续为您关注。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况，镜头还给棚内主播。